好，38地產 Kenneth，今日嚟到長沙灣嘅上都睇一個一房單位，面積係307尺。由百利寶集團發展嘅上都係位於順寧道83號，係2018年入伙嘅。佢嘅旁邊有火鍋為主嘅食街。轉返左手邊係順寧道街市，行遠少少有市政大樓。沿住東京街去返長沙灣地鐵站，大概5分鐘。樓高係9尺8寸。呢個咧直條嘅木地板。咁啊，成個單位咧就冇走廊位啊，幾特別啊！呢個廚房嘅部分咧就分兩邊嘅，咁啊主要咧就喺右手邊呢邊。咁呢一個咧就原裝嘅細雪櫃啊，咁啊應該係咧業主咧覺得太細啦，咁啊整翻個即係雙門雪櫃大少少，咁啊兩個孖住嚟用啊。咁啊門口位左右咧有兩組嘅鏡面啊，咁啊黑鏡面嚇，都照到嘅喎。咁啊可以照一照鏡先出門口。咁啊佢嘅對面咧呢一邊咧就都屬於係廚房部分啦，就大眼仔洗衣機。咁啊呢邊可以係即係備餐咁啦嚇，去切嘢咁樣。你客廳嘅部分咧就偏正方形啊，咁啊最好咧其實就呢邊係擺 sofa 啦，咁啊呢一度咧就係擺電視會好啲，因為個露台咧就靠右手邊啊。咁啊呢個設計咧幾好啊，就個露台都算大嘅，方方正正咁樣，咁啊咁樣設計咧就即係個採光度會高啲。咁啊呢邊咧就啱啱叫做望到美齡中心嗰個頂啊，望到啲山景。套房嘅設計啊，咁啊如果想房大咧就可以揀呢種單位啦。咁啊呢邊咧可以直情咧擺到6尺乘6尺嘅 king size 嘅床啊。咁啊當然啦，出嗰個工作平台咧就要跨嗰張床出去啦。咁啊出到嚟都幾舒服嘅。咁啊側地咧望到順寧道嗰個細公園、嘉頓山景啊。咁啊洗手間咧係趟門設計，好難得地咧一房有浴缸，仲要係即係成個人可以瞓晒落去。黑斜。好啦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。訂閱我哋 Facebook，隨時隨地 VR 睇樓。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，真人解說至全神，輕鬆揾樓，38地產。